惊落土烂，只要记号代代传。请想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大厦厝》。做人什么上困难，真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 有志气着赢你哟，相逢赢着才苦了苦，你种赢着快乐，赢你哟，赢你哟，毋惊失败赢你哟，用心付出为撇步。 人什么上困难，人情薄薄求人难。做人什么上艰苦，避袂着上苦。什么缺世机会较好，成功袂甲人相出路。第一爱赢家己一步，第二爱毋惊吃苦。 陶建娘，我替你报仇啊！我太死这份人啊！陶建娘，外口警察即马咧找我已经走无路啊！还不过你放心，我袂拖落去。陶建娘，你爱好我保重，后事啊！ 一定要做人阿某。袂啊，警察来啊咧，警察来看你啊！啊，阿母，阿母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你无代志，我无得放心。阿母。 不灵，阿辉啊，不灵，不灵，阿辉啊，我一世人欠你的恩情，我可能无法度报答你。我希望后世人。 有机会报答你。不灵，不灵啊！你莫讲这，你休困，你休困，你会好起来，你会好开好，你唔通讲这。好，休困。阿母，袂啦。你一定爱我照顾美国。
你，你遐个爱有啦，你就要莫讲话，你好啊，孝顺，你讲的代志我拢会晓做，我拢会晓做，好，你的孝顺，你好啊，孝顺，好啊，静香，你袂死，袂，好，袂啦，袂哩。文英，文英死啊！阿元自杀啦！所有人拢想袂到文英甲淑珍的恩恩怨怨，会用这款的下场来化解，一定是文英伫咧天顶咧保庇。美观总算开嘴叫建昌阿爸。迄天，建昌伊直哭到真凄惨。我为细汉到即嘛，头一摆看伊哭到这么伤心。我咧想，伊一定想起着文英，咧感谢文英。淑珍规个人拢变了。变甲较定定，袂像较早安尼戆神戆神。一阵啊，伊逐工来厝，伊想要带建昌转去大兄厝住，伊总算又搁想起来，建昌才是伊的翁婿。我看会出来，建昌。伊真感动，伊又想要转去大兄厝住，是还未开嘴答应尔。我相信，这嘛是文英伫咧天顶保庇，所有人拢因为文英的死变真多，变搁较好。变搁较善良，然后我咧，我嘛变啦，我变甲搁较想文英，我时时刻刻都拢咧想伊，想到文英是这么善良，这么好，我想到文英。较早所有的一切，我真正真唔甘。文英，我真正真想你。文英，你知影无？我真想你，我真想你，文英。
既然啊，这内底吼，拢是恁阿母的相片，你早喺身躯边，恁阿母在天之灵，一定会保庇你，吼。既然一个人要去到遐远的美国读书，答应外国人食的穿的，佫甲咱无共款，身躯边也无甲一个人通好甲照顾，我实在足袂放心的。既然啊，自细汉就是一个真独立的囡仔，伊一定会好好照顾伊家己，袂互因阿母失望的啦，对无？既然啊，姨妈自细汉就看你甲大汉，啊，即马你雄雄要去美国读书，唔知啥物时阵才会倒转来，我实在足唔甘的。姨妈，你放心，我去美国了，我会时常敲电话小飞回来，你莫烦恼吼。以后我保重你家己考重要。嘿啦，阿母啊，咱既然哦要去美国读书，是要摕博士转来呢，安尼才公平呢，你爱欢喜唔才对，莫咧哭啦，莫哭啦吼，阿母。好啦，莫哭，莫哭。对啦，志玲啊，姨妈吼专工去遐菩萨求的这保身符，来，姨妈甲你挂的，你着要定定挂远的身躯，唔通绑起来吼。姨妈，多谢你，我一定甲永远挂咧，我绝对袂甲退落来。你跟进步真多啊！我去美国这段时间，我就伫你身躯边照顾你，你也会记你，爱继续做福建，好好保重你家己的身体，好无？哦。既然啊，恁阿爸吼，你做你放心，交代互我，我会好好照顾伊，吼。你着做你去美国读书，较拍拼的，较骨力的。博士甲摕到转来，做状元，俺大家哦，就看你啊，吼！阿伯，我袂辜负恁对我的希望，我会好好认真拍拼，赶紧摕到学位，早一日倒转来。真好，真好。啊对啦，啊你着要出门啊吼，美元今仔伫咧楼顶，你是毋是去甲伊讲两句话，去甲消息一下，吼？对吧？美娟，阿兄要离开啊，有一寡代志要甲你讲。阿兄离开这段时间，姨妈、大伯。也搁有咱的阿爸，就要麻烦你啊！也搁有，你经料理店真久无去啊，对无？你要好好振作起来，将迄间店重新经营起来。
因为迄间店对咱两有极大意义，敢毋是？我会记得你正爱写日记，一个更变送你。我希望你甲厝内大大细细的代志拢甲记起来，等我若转来，你爱一项一项讲我听。我嘛希望你用这支笔写给我，内底写的是咱两个人的秘密，别人拢唔知影。美冠，其实阿兄真正希望你会当找到一个好的对象，我一定会祝福你。世人拢来结婚啊！我莫你安尼讲，我莫你安尼想，你一定会找到比我更较好千万，肯好我疼惜你、好我爱你的人。我爱你知影，不管要安怎做，阿兄拢永远支持你。不过我唔甘你离开我，我嘛唔甘离开你啊！阿兄我唔甘离开你，要我照顾家己哦，知影无？好啦，我知啦。会啦，阮会等你，吼，好。志忠啊，谁打电话来啊？阿母，阿兄打电话来啦，伊讲伊踮伊地怪。志玲要转来哦，安尼我来菜市买一只鸡，甲伊补一个。阿母，唔免啦，阿兄是要来休息的。休息？伊讲伊今仔就会去美国，要去读册啊。去美国啊？我今仔日特别出发去美国读书，我是来跟你讲一声。你一个人哦，要去遐尼远的所在，也要好好照顾你家己，吼。我知影。志忠，你要好好照顾伊，还阁有，你真爱画图，千万唔通放弃。总有一天，你一定会有出台。志忠，有一寡代志要麻烦你，我拢写伫内底。等我走了后，你才摕出来看。我爱你答应我，爱从内底代志用这较厚。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爱走。
当初是你的亲生阿母，才有你阿爸的。我即马教予你，我相信你阿爸应该是袂反对。世间若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款？人生的舞台。有幸福悲哀，啥人问怪我的不爱这款的安排？演出怎精彩？有缘爱落台，人生的剧本好歹，家己写出来。是一个舞台，啥人是写剧本予我上台的人？人生无奈，离合悲合，啥人主角拢同款。舞台上万万人，演出悲伤快乐无啊，最主导演是谁？演啥物角色？未来剧情啥